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Choi，想幫小朋友開啟學習樂器嘅大門，記住以下呢4個心法。第一，讓小朋友作主，帶佢哋睇多啲唔同嘅音樂表演，等小朋友揀選心儀樂器，咁樣先至會有持續性嘅動力。第二，尋找合適嘅老師，啟蒙老師非常關鍵，又唯有耐心、懂得鼓勵同埋玩遊戲嘅老師，遠比一個只追求技巧嘅老師更重要。第三，以身作則，分享你哋嘅熱情，無論家長識唔識得彈奏樂器，陪伴練習同埋一同享受，你哋嘅投入就係最好嘅鼓勵。第四，為孩子創造成就感，無論係為家人表演定係拍片分享，我哋真心嘅讚賞就係小朋友堅持嘅動力。當音樂與快樂、愛同成就感聯繫埋一齊嘅時候，興趣自然就會生根發芽。好多謝大家收睇約克國際幼稚園頻道，拜拜。